喺東區總價只需要100出頭，可以買到點樣一個4房呢？最緊要啊，佢仲係新規嘅住宅。依家前期啊，你只需要俾8到9個啊，就可以成為佢嘅業主噶啦。後邊嗰啲咧，全部按30年去俾就得啦。新區住宅究竟出奇喺邊度呢？首先見到係專梯入戶嘅，電梯一開門就係你自己屋企嘅，係貴乜貴，全部可以放喺門口嗰位。L 型嗰個廚房仲帶咗一個生活陽台，雙開門嘅冰箱都可以擺低。呢個主臥會唔會好似845方嗰個主臥呢？大飄窗落地，呢邊仲可以擺翻梳妝台，1.8米同埋2米嘅床，仲加埋衣櫃，都仲綽綽有餘。呢個空間感啊，就係咁舒服。所以啊，佢呢個戶型呢係相當之實用嘅。買105平啊，差唔多去到130平嗰個實用。咁呢個位呢，正常嚟講佢係擺餐台嘅。咁啊，佢依家係做咗呢個中西廚嗰個設計，咁呢邊咧係原本係3間房嘅設計，咁洗手間咧係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咁可以見到洗手間咧都係明窗噶，咁呢間房咧都可以擺翻1.5米以上嘅床，仲可以做埋衣架啲。咁呢個位嘅話咧，其實好多人咧喺呢度擺個書台或者乜嘢，咁顯得咧成個空間感啊都係相當之唔錯嘅。咁呢個南向嘅房間咧，係直接望出去同主陽台個景觀係一樣噶。雖然呢個面積唔會太大，咁啊對於二胎家庭或者係唔需要壓力太大嘅家庭嚟講咧，其實呢個戶型係相當之唔錯噶。成個小區咧為抬高式嗰個設計，咁啊可以見到啊呢個周邊嘅配套啊真係相當之成熟啦。因為呢周邊嘅話咧，全部都係10年以上嗰啲二手樓噶啦，只有呢度有新樓，而且仲係板樓添。樓睇完啦，可以見到呢度嘅配套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利和雙子星，喺呢度行過去咧，其實都係20分鐘啫。咁啊呢個位咧係萬谷廣場，自己樓下就係啦。咁鏡頭轉過嚟嘅白色弧形嗰度咧就係體育場。咁啊，再轉翻過嚟綠色呢一片嘅話咧，就係宣文公園。咁後邊咧就係山格嗰個博愛醫院。咁啊，呢啲位置咧，其實步行過去咧都係十分之方便噶。咁呢度咧仲有非常之好嘅一個書包咧，就係朗晴嗰個小書包。咁啊，如果有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讓我過嚟實地睇一睇噶。